港車北上政策和粵車南下政策有什麼區別？政策展望與影響。港車北上政策展望，隨着政策的深入實施和不斷完善，預計將有更多的香港車輛進入內地行駛，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。影響，為香港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方式，同時也為內地帶來了更多的旅遊資源和經濟發展機遇。粵車南下政策展望，粵車南下政策的實施將進一步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網絡，實現兩地車輛的雙向流通。影響，將帶動廣東民眾自駕到港旅遊消費，促進香港的旅遊、零售、會展業等產業的發展，同時也將加速大灣歐1小時生活圈的形成，進一步釋放跨境消費、旅遊等潛力。仲想了解更多北上資訊就關注我吧。